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富商王木忠司法的丑闻是愈演愈大，是野甲臭面膜。司法院昨来公布着第二波处罚的名单，认定总共有26个法官有违失，但是只有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陈小康送这个监察院来审查。其他的人虽然有违失，但是已经超过着挺开权的时效了。不过，这个司法改革委这个基金会认为讲，这个法务部甲司法院拢应该爱继续来调查这个案件的真相，而且嘛必须都要有人负起着政治责任。真相不明，真相不明，没人道歉，没人道歉。司法院伫昨公布王木忠这案件第二批调查报告，26个法官有违失，淹过干那一个最高行政法官。陈小康因为收人送的衫，审理移花案无回避，互人移送监察院。其他25个人就算有唔对嘛，因为过了定改权的时效无处罚。互立委认为讲，监管无需要负起政治责任。司法院长这样讲是无耻。他说这些事情都过去了，请你告诉我，台铁的弊端都是林佳龙当交通部长才产生的吗？王木忠这案件，唔那是司法改建小代。第28本的笔记簿嘛已经被查扣，经发现王木忠2012年涉嫌炒股票，本来判刑1年1个月，后来减刑为1年，改予社会流动，拢伫警方集体探护下伪造文书。他这个2196小时的义务社会劳动啊，他在9个月内就完成哦，已经退休的这个前所长哦，这个杨姓被告哦，他们2个同谋，从侦查到起诉到审判，难道有钱的人？他犯罪之后，他就不用关，然后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逍遥法外。王木忠即摆已经被收押禁见，王木忠这案件涉案的人大部分拢是做大官的，甚至连前检察总长吴永昭因太太有买股票。前法务部长詹永虎人请伊食饭有去送伊衫嘛收，这拢牵涉在内。敢讲是中共选伫全台湾伫关心法院头路事故时公布这个报告，对这代志司改会要求爱公布调查的真相，嘛必须爱痛定思痛，设立法院甲地检署关一个淘汰机制。